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本書，叫做《香港散步學》，作者黃宇軒。你可能已經對香港好熟悉，行勻香港咁多區，又或者你係一復一日咁樣返學、放學、放學、返學，日日都係行同一條路。大家不妨跟住作者呢本書去社區散步，認識一下我哋未見過嘅香港另一面啦。作者揀咗10條路線，每個路線都有10個景點，可以讓我哋有好多啟發㗎。我哋依家就跟住作者去行呢條文青路線啦。大坑呢條路線，作者首先去到維園外邊，見到呢8棵吉貝樹，樹幹好粗㗎。作者就覺得佢好似係守護緊維多利亞公園咁樣。然後作者仲有經過火龍徑，呢度係一個公共空間嚟嘅，好寬敞㗎。平時係會有唔少街坊喺度散步同埋放狗。作者話可以喺呢度見到好多街坊眾生相。喺香港散步，當然仲可以見到好多建築物啦。作者都唔例外。佢就重點記低咗中華遊樂會呢個地方啦，係大師金銘嘅作品嚟嘅。作品好重點地展現到當時嘅建築物係好巧妙，用咗半圓嘅設計保護佢喺前面嘅大樹，就可以令到所有人都見到呢棵樹嘅全貌啦。跟住作者呢本書嘅內容，喺社區散步，睇植物，睇公共空間，睇建築物，就會發現原來香港係好特別㗎。